来关心台美关税谈判，这礼拜是要进行新一轮的协商。也毋过，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伊说讲，其实台湾的关税都是32%。即期咱的政府伫谈判过程当中是咧变鬼变怪，咱的行政院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拢反驳伊的讲法。也那民众党团伊是提案讲，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伫一个月以来去到立法院来报告关税的因应措施。 台美关税谈判约未定案，即礼拜阁要参详一轮，外界预估结果可能伫8月7日公布。毋过，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声称台湾关税会到32%，互行政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反驳。 台湾迄今并未收到美国对等关税税率的通知，而台美之间呢，本周也会有新一轮的磋商。这些谣言，无论是基于个人商业或是政治上的动机，都是不负责任，也非常的不可取。 毋过，在野指控台美谈判相关的进度、条件甲风险，规个过程到达无透明，即个是要暗砍谈判出卖台湾。那你们的这个贸易逆差都比日韩还高，所以以这样的推论，为什么大家会怀疑是32%？其实就是这样来。所以希望政府不要再用黑箱作业，也不要让我们好像在开这个关税的盲盒。民众现在都在黑箱里面，在阴影里面。 不知道现在到底谈到什么样的一个进度？柯宇真表示，美国去年对台湾贸易逆差有739亿美金，是比日本、韩国悬。因那美国甲韩国有签 FTA， 美国甲日本是军事同盟，但是日本、韩国拢封扣25%的高关税，台湾敢会当比25%加，这还无确定。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台湾民众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 张启凯是批评政府政策无确定性是上大的威胁，所以民众党团提案，爱行政院长杜英泰1个月内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关税谈判有信心吗？访问到关税议题，杜英泰无加做回应，也被烦恼政府稳磨谈判的过程，别国人面对关税，亲像咧流喙齿的佚佗米。 我们给我们的谈判代表最大的支持，所有的臆测、所有的谣言，应当止于智者。我需要强调，台美的关税搁咧谈判，美国国会表达全力支持台湾，咱也拍拼保护家己的利益。高市新闻采访报道。